每日聖言分享。主顯節後星期五，恭讀聖路加福音。有一次，耶穌在一座城裏，看有一個遍體長癩的人，見了耶穌，就俯首至地求他說：主，你若願意，就能潔淨我。耶穌便伸手撫摸他說：我願意，你潔淨了吧。癩病就立刻由他身上退去。耶穌切切囑咐他不要告訴別人，並說：但要去叫司祭檢驗你，為你的潔淨獻上梅瑟所規定的，給他們當作證據。他的名聲更傳揚開了，遂有許多人齊集來聽教，並為治好自己的病徵。耶穌卻退入荒野中去祈禱。上主的話。各位朋友，你哋好。耶穌宣講福音，治好民間的疾病。今日福音講述耶穌醫治癩病人。癩病人見咗耶穌，對耶穌話：主，如果你願意，就醫治我啦。呢一句話就係我哋祈禱嘅好好嘅話語。所以我哋祈禱嘅時候，我哋唔好嘮嘮叨叨咁說個不停，好似對耶穌講：耶穌你願意。我哋有陣時耶穌對我哋講話我願意嘅時候，我哋都聽唔到。耶穌喺會堂裏對宣讀這句話：將俘虜釋放，將囚犯得到自由。今日我哋睇到癩病人得到痊癒嘅時候，佢真係身心靈得到解放同埋自由。因為癩病人佢生咗癩病嘅時候，俾人隔離同埋俾家人驅逐，所以今日耶穌還佢哋嘅自由，使到佢哋得到釋放。我哋都記得耶穌做咗呢個行動，就係佢撫摸呢個癩病人。我哋都要用一個親切嘅動作去為我哋身邊所有嘅受苦嘅兄弟姊妹、憂傷嘅兄弟姊妹，我哋都伸出一個愛心去為佢哋服務。祈禱，主耶穌，求你使到我哋喺生活上邊度都好似呢個癩病人咁去求你，話主你願意就潔淨我。